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返嚟察局最前線。最近大家茶餘飯後傾得最多嘅，肯定係中東嗰邊嘅局勢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就係最近幾日有一單新聞震撼咗全個國際社會。伊朗聲稱佢哋嘅無人機成功擊中咗美國海軍嘅林肯號航空母艦，仲逼到佢退後超過1000公里。1000公里啊，各位！唔係1000米，係1000公里。同時，西班牙、羅馬尼亞、葡萄牙等歐洲盟友一個接一個企出嚟反戰，搞到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大發雷霆。今日我哋就一齊拆解呢個局，睇下背後究竟發生咗咩事。話說今次嘅美伊衝突係由3月1號開始，美國同以色列聯手發動代號實施狂怒行動 Operation Epic Fury 嘅軍事打擊，對伊朗境內嘅核設施、軍事基地等目標進行轟炸。林肯號航空母艦 USS Abraham Lincoln CVN-72就係呢次行動嘅重要戰略資產，負責喺阿曼灣提供空中支援。佢嘅艦載機包括 F-35C 同 FA-18等頂尖戰機，但係伊朗唔係省油嘅燈。3月5號，伊朗國營電視台同埋半官方嘅法爾斯通訊社齊發出報導，話伊斯蘭革命衛隊嘅海軍無人機喺阿曼灣距離伊朗大約340公里嘅海域成功擊中咗林肯號。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部旗下負責協調軍事行動嘅哈塔姆安比亞中央司令部發言人更加話，林肯號中招之後即刻喺驅逐艦護航下急速後退，而家已經從事發海域撤退超過1000公里。美方嗰邊呢，一如所料，死口唔認。美國國防部官員出嚟澄清，話林肯號根本冇俾無人機擊中，仲話之前嘅導彈從來冇接近過林肯號。美國中央司令部更加喺社交媒體上發帖，話伊朗嘅聲稱係虛假信息，仲附上林肯號喺海上正常運作嘅照片，試圖澄清事件。大家睇到呢度係咪覺得好似係羅生門，一邊話打中，一邊話冇打中？到底邊個講真話？講真嗰句，伊朗今次係咪真係打中林肯號，其實已經唔係最重要嘅問題。最關鍵嘅係伊朗成功營造咗一個我哋有能力威脅美軍航母嘅姿態。而且呢個姿態係有根有據嘅，大家試下企喺美軍個角度諗下，航母係美國霸權嘅象徵，係移動嘅美國領土，係美國向全世界展示軍事實力嘅最重要工具。如果真係俾啲造價幾萬蚊美金嘅無人機打中，面子攸關事小，動搖全球軍事威懾力事大，所以美軍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否認。但係林肯號退後咗1000公里，呢個動作就相當耐人尋味。點解要退？如果真係冇事，點解要退得咁遠？美軍官員雖然話係戰術調整，但係聽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有啲此地無銀三百兩？其實美軍面對嘅問題係好真實嘅。伊朗嘅無人機蜂群戰術令到美軍防空系統非常頭痛。呢啲低空低速運行嘅無人機對美軍嘅防空雷達同攔截系統構成重大挑戰。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 Pete Hegseth 都承認呢類武器造成嘅問題比預期更大。大家諗下，一枚防空導彈隨時要幾百萬美金，但係一架伊朗沙赫德負136自殺式無人機可能只係幾萬蚊。長此落去，美國嘅軍費開支肯定會爆煲。伊朗嘅新型武器今次真係大晒冷，佢哋高調發佈地下無人機軍火庫嘅影片，展示密密麻麻嘅沙赫德負136自殺式無人機，向全世界展示佢哋嘅軍事實力。除此之外，革命衛隊仲宣稱發動咗第19輪打擊，動用攜帶1噸重超強彈頭嘅霍拉姆沙赫爾負4型超重型導彈，聲稱成功突破以色列號稱嚴密嘅7層防禦系統，精準命中特拉維夫市中心、本古里安國際機場及以色列空軍第27中隊基地。最諷刺嘅係，美軍自己都承認喺實施狂怒行動中，首次實戰動用咗仿照伊朗技術開發、造價低廉嘅盧卡斯 Lucas 自殺式無人機嚟報復。呢款武器每架生產成本只係約3.5萬美元，大約係27萬港元左右，遠低於傳統巡航導彈。佢嘅續航力達6小時，航程超過700公里，可以攜帶18公斤炸藥，實施超視距打擊。呢種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嘅戰術，真係令人睇到眼花繚亂。如果你係伊朗人，你係咪會覺得幾爽？美國用你嘅技術打返你，但係你嘅版本更平、更多、更難攔截。呢場成本戰，美國係咪真係打得贏？好，講完伊朗嗰邊，我哋轉返嚟睇下歐洲嘅局面，呢個先係今日最精彩嘅部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Pedro Sanchez 喺3月4號企出嚟，大聲講咗4個字：反對戰爭 No a la guerra。
佢明確拒絕美國使用西班牙境內嘅羅塔同莫龍軍事基地嚟參與對伊朗嘅衝突。佢話西班牙嘅外交政策建立喺國際法、歐洲夥伴關係同多邊主義嘅基礎之上，任何國家都唔應該試圖通過經濟壓力嚟改變西班牙嘅立場。呢個決定即刻辣台咗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特朗普大發雷霆，揚言要切斷同西班牙嘅一切貿易往來，甚至暗示要實施全面禁運，仲話西班牙係糟糕嘅盟友。但係桑切斯完全冇退縮，佢話西班牙係主權國家，外交政策唔會因為威脅而改變，仲話唔會重複2003年支持伊拉克戰爭嘅歷史錯誤。大家記唔記得2003年嘅伊拉克戰爭？當時西班牙保守派首相阿茲納 Jose Maria Aznar 政府表態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允許西班牙基地協助相關軍事部署。結果呢，在西班牙國內引發大規模反戰示威，後來更引發咗2004年馬德里列車爆炸案，造成近200人死亡。呢段歷史已經成為塑造當代西班牙外交政策嘅關鍵因素。桑切斯今次援引呢段歷史，意思好清楚，我唔想再犯同樣嘅錯誤。吊詭嘅係喺桑切斯發表反戰聲明幾個小時後，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 Caroline Leavitt 竟然話西班牙已經同意與美國軍方合作，但係幾分鐘後，西班牙外交部即刻出嚟否認，話西班牙既冇同美國進行任何相關接觸，亦冇喺合作問題上向美國作出任何讓步。呢個羅生門真係令人摸不着頭腦，究竟係白宮搞錯咗，定係有人喺度放風試探？唔知大家點睇？唔單止西班牙、羅馬尼亞同葡萄牙嘅情況，亦都值得關注。羅馬尼亞方面，媒體批評美方未經協商就使用佢哋嘅基地，搞到羅馬尼亞間接捲入衝突。呢個問題好嚴重，因為一旦伊朗認定羅馬尼亞係敵對國，隨時會成為報復目標。羅馬尼亞人民嘅憤怒係可以理解嘅，我哋又冇份打，點解要承受戰爭嘅風險？葡萄牙嘅情況就更加複雜。葡萄牙政府有條件咁俾美國使用位於亞速爾群島嘅拉日什空軍基地，但係國內嘅左翼政黨同輿論強烈反對。葡萄牙社會黨同 PAN 要求外交部長喺議會解釋。Livra 黨同左翼集團 Bloco de Esquerda 更加直接批評，話政府應該發出強而有力嘅訊息，就好似西班牙咁，拒絕俾美國使用葡萄牙領土嚟違反國際法。葡萄牙左翼黨嘅立場好清晰，伊朗政權令我哋反感。但係呢個本身唔構成國際法下發動戰爭嘅理由，否則世界只會屬於擁有最大武器庫同最大意願使用武力嘅人，而葡萄牙永遠唔可以成為呢種態度嘅共謀。講得好，伊朗駐葡萄牙大使塔夫雷希 Majed Tabrizi 雖然話唔認為伊朗會針對亞速爾群島進行報復，但係佢同時強調，伊朗認為所有協助美爾攻擊嘅基地都係合法目標。呢番話等於係間接警告葡萄牙，你哋最好諗清楚，點解歐洲國家今次咁唔聽話？我個人嘅睇法係，呢個係歐洲戰略自主意識覺醒嘅一個重要信號。首先，特朗普呢幾年嚟對歐洲嘅態度真係令好多歐洲人心寒。佢要求歐洲國家將國防開支提高到 GDP 嘅5%，又威脅要加徵關稅，甚至暗示要將西班牙逐出北約。呢種你係我盟友，但係你要按我嘅條件嚟嘅態度，令到歐洲人對美國嘅好感度大幅下降。其次，歐洲人睇得好清楚，跟住美國尾巴走，隨時野火燒身，中東一亂，難民潮、能源危機首當其衝，受害嘅就係歐洲。歐洲離中東近得多，一旦局勢失控，歐洲嘅代價係遠比美國大嘅。第三，國際法同多邊主義嘅問題，好多歐洲國家認為今次美爾對伊朗嘅軍事行動係繞過聯合國安理會嘅單邊主義行為，違反咗國際法嘅基本原則。歐盟委員會負責產業戰略嘅執行副主席塞茹爾內 Stefan Sejourne 呢就表示，任何對成員國嘅威脅就係對歐盟嘅威脅。呢番話好明顯係撐西班牙，暗批美國。呢個局面嘅關鍵變數其實就係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態度。特朗普一向主張美國優先，對盟友嘅要求好高。如果歐洲國家繼續唔聽話，特朗普可能會採取更激烈嘅報復措施，例如加徵關稅，甚至威脅退出北約。但係咁做只會令到歐美關係進一步惡化，最終得益嘅只會係俄羅斯同中國。另一個關鍵變數係伊朗嘅持久力。伊朗係一個神權國家，佢哋嘅領導層最怕嘅唔係戰爭，而係投降。如果美國以為靠轟炸可以令伊朗屈服，恐怕係大錯特錯。歷史上，伊朗曾經打過長達8年嘅伊伊戰爭，死傷慘重都冇投降。
今次面對美伊聯軍，伊朗嘅意志力可能比美國預期嘅強得多。仲有一個大家可能冇留意嘅變數，霍爾木茲海峽。伊朗海軍副司令阿克巴爾扎德聲稱，霍爾木茲海峽已完全處於革命衛隊海軍嘅控制之下，任何船隻都可能被炮彈或無人機擊中。已經有超過10艘油輪被擊中並燒毀。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最重要嘅石油運輸通道之一，每日有大量石油通過呢個海峽運往全球各地。一旦封鎖，全球油價即刻飆升，影響嘅係全球每一個人。好，講到最後，我哋嚟推演下呢場仗嘅走向。第一個可能性，美國速戰速決，摧毀伊朗嘅核設施同主要軍事基地，然後宣布任務完成，撤兵。但係呢個可能性好低，因為伊朗嘅軍事設施分散，而且好多都係深埋地下，美軍嘅轟炸未必能夠徹底摧毀。第二個可能性，陷入消耗戰，美國繼續轟炸，伊朗繼續反擊，雙方都唔肯讓步，最終演變成一場曠日持久嘅消耗戰。呢個係最大嘅可能性，亦係最壞嘅情況。第三個可能性，外交斡旋，在某個時間點，美伊雙方都意識到繼續打落去唔係辦法，通過第三方，例如卡塔爾、土耳其或者中國進行秘密談判，達成某種停火協議。我個人嘅睇法係，第三個可能性最終會發生，但係喺雙方都打到精疲力竭之後。問題係在此之前要有幾多人死，要有幾多財產損失，要有幾多無辜平民受苦，呢個問題係每一個支持戰爭嘅人都應該認真思考嘅。大家試下反思下，美國一直以嚟都標榜自己係自由世界嘅領袖，但係今次為咗打伊朗，竟然威脅要制裁自己嘅盟友西班牙。呢種做法同佢哋口中嘅獨裁國家有咩分別？國際法同多邊主義喺美國眼中係咪只係用嚟約束其他人嘅工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一句話講得好，將盲目跟從、唯命是從視作領導力，係一種天真。呢句話值得所有人深思。好戲在後頭。呢個局仲有好多後續，我哋會密切留意。下一集我哋可能會繼續跟進中東局勢嘅最新發展，大家密切留意啦。今日嘅拆局就去到呢度。對於伊朗聲稱擊中林肯號同埋歐洲多國嘅反戰表態，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你覺得下一步會點發展？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下。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拆局最前線，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啦。多謝支持，我哋下次見。